到底是什么款的海港滋味，会当互老船长定定咧怀念？啊，今晚食了，我嘛是要来找船啊。三代传承的咸芳味，为着要留着老丈人的迄份记忆。唔知很食好食，哦，赞诶！一粒馒头究竟有啥物魔力，会当吸引民众甘愿排几落点钟，嘛一定要食到。看家人如何将海港料理的精神发挥到极致。唔捌做过吼，要吐真正起来吐袂起来，这就是一个经验啦。咱行遍各地，发觉属于咱这个世代的纯粹台湾味。请锁定这礼拜的咱的城、咱的市、咱台湾的味。